正大新闻的最焦点来看赖清德要参加民进党内的总统初选，早起伊到台南的天公庙参拜祈福，有大批支持者到场，大声甲叫总统。赖清德随后甲支持者来话话，讲即届伊会投入初选，是为着台湾的未来，伊要勇敢来承担，希望这场的选战会当拍出台湾价值。 宣布参选总统的党内初选了后，前行政院长赖清德第一个公开行程，就是到台南首庙天大参拜祈福，支持者早就伫遐咧等啊，野牌啊、旗啊大喊总统好。伊再次强调，这次投入党内初选上大目的，就是为着台湾未来爱勇敢承担，愿意勇敢承担，希望能够结合社会各界的力量，力挽狂澜。 我就有这样的准备，去面对各种的批评。对着民调显示，伊超过蔡英文似乎韩国瑜代志，伊讲感谢社会大众支持，希望这场初选唔通分裂，是超越派系，以台湾为考量。我需要加强的地方更多，要改进的地方也不少所以我会持续加油强调初选之战是要拍出台湾的典范，重新赢回人民的感动。